官日雲，你鷹爪門毀咗我射形拳18三武館，滅我弟子3000，實在係太過狠毒啦！鷹爪蛇形百年係勢不兩立嘅，今日蛇形門亡喺我上官日雲嘅手上，可謂係天意。我趙某身為蛇形拳掌門人，同你決一死戰。你自己亦都知道，今日蛇形門係冇辦法同鷹爪門相鬥嘅。哼！我為咗要向各位師祖謝罪，早已置生死於度外。今日雖然必死，但係仲有繼承人，你滅唔到個蛇形門嘅。我知道你仲有個師伯白長天同埋你個仔趙齊之。冇錯，只要我師伯仲在世一日，蛇形門係唔會滅嘅，仲可以東山復起。我先殺你，再殺白長天。白長天佢喺邊度？我師伯佢足智多謀，你揾唔到佢嘅。